好多朋友聽見熊貓債3個字，第一個反應就係咩嚟㗎？熊貓都可以借貸嘅咩？嗱，呢兩日咧金融市場就有一單相當值得留意嘅新聞啦。印尼財政部咧就正式啟動首筆熊貓債定價，總規模70億人民幣，其中3年期50億。5年期20億，預計下個星期就完成結算啦。嗱，今次咧就係印尼第一次嚟中國在岸市場發人民幣債券啦，而且咧已經係攞到未來2年總共300億嘅發行額度，而今次就係先攞70億出嚟試水。嗱，先講乜嘢係熊貓債啦，其實呢個係國際債券市場嘅慣例命名規則啊。一個國家嘅機構去另一個國家發當地貨幣嘅債券咧，通常就會用當地最有代表性嘅標誌嚟命名啦。譬如話，你去美國發美元債就叫洋基債，去日本發日元債就叫武士債，去西班牙發歐元債都叫鬥牛士債啊。所以好自然啦，境外機構嚟中國發人民幣債咧，就用我哋嘅國寶熊貓嚟命名，叫熊貓債。咁講得直白一啲啦，熊貓債就係境外嘅政府、國際機構或者係跨國公司嚟中國嘅債券市場，向中國嘅投資者借人民幣，而到期咧就用人民幣還本金同利息嘅一張借條啦。不過唔好以為呢個係咩新事物啦，熊貓債咧係2005年就已經有㗎啦，到今年6月底，成個市場累計發行就已經超過1.3萬億人民幣啦。發行嘅主體咧就有110幾家，覆蓋全球24個國家同地區，而且印尼今次都唔係第一個飲頭啖湯嘅主權國家，早喺2015年咧，韓國就已經成為第一個發熊貓債嘅主權國家啦。到而家為止咧，匈牙利就已經累計發咗6筆嘅熊貓債，總計111億人民幣，係所有外國政府入邊發得最多嘅。而舊年啦，俄羅斯都發咗200億嘅10年期熊貓債，甚至巴西亞呢個月啱啱提交申請，準備成為拉美第一個發主權熊貓債嘅國家啦。所以今次印尼發行，本質上就係呢個市場越嚟越成熟，越嚟越多國家接受嘅一種正常現象啦。嗱，咁最核心嘅問題啦，印尼點解要嚟發人民幣債咧？第一個亦都係最實在嘅原因，平。亦即係話融資成本咧真係低好多㗎。根據市場報價啦，今次印尼呢2期熊貓債最終定價咧大概率喺2厘3至2厘半之間。咁大家又知唔知印尼自己去國際市場發美元債要幾多利息啊？嗱，今年7月初印尼啱啱發嘅5年期美元債咧，收益率就係4.4。如果係機構發嘅美元債咧，成本仲更加高添，5年期就要5.35。亦即係話同樣借5年期嘅錢，借人民幣就比借美元利息成本差咗差唔多2個點啦。嗱，咁我同大家計條數啦，70億嘅規模，一年淨係利息就可以慳1.4到1.7億人民幣喎。咁成個債券全續期落嚟，慳落嚟嘅利息咧就超過7億。呢個數字相當可觀㗎。而第二個原因咧就係分散風險啦。大家都知啦，印尼嘅外債一直以嚟大部分都係美元，美聯儲一加息，美元一升值，印尼嘅還債壓力咧就會突然間變大啦。咁印尼盾嘅匯率咧亦都會跟住波動喎。咁而家借一部分人民幣，相當於就將外債嘅幣種分散咗啦，就唔使全部押注喺美元身上，可以對沖匯率風險啊嘛。而第三個原因咧就係中國同印尼嘅貿易形成閉環。嗱，中國已經係連續好多年係印尼最大嘅貿易夥伴啦。我哋每年從印尼買大量嘅鎳、煤炭、棕櫚油，呢啲貿易咧而家越嚟越多係用人民幣結算嘅喎。咁印尼手上有咗人民幣嘅收入，啱好就可以用嚟還熊貓債嘅本息啦。咁就形成咗一個貿易融資嘅人民幣閉環啦。唔使再全部換成美元周轉啊嘛。咁而第四個原因就係啱啱講嘅試水啦。今次先攞10億美金嘅規模出嚟試水溫，一方面就建立印尼主權喺人民幣市場嘅信用基準，另一方面咧亦都為後邊嘅印尼企業、金融機構嚟中國發債鋪路，打開一個新嘅融資渠道。咁最後大家最關心嘅就係印尼發熊貓債對人民幣究竟意味住乜嘢咧？咁我覺得大家又唔使過度解讀嘅，話乜嘢人民幣好快可以取代美金呢啲咧，就真係太誇張啦。嗱，我哋客觀嚟睇啦，嗱，首先呢個代表人民幣嘅國際角色咧，正喺度從貿易結算貨幣慢慢向投融資貨幣，甚至係儲備貨幣升級喎。而家咧越嚟越多嘅外國政府願意主動借人民幣，講明人民幣喺國際上嘅接受度咧確實係提高緊。而其次咧，呢個就會慢慢形成一個人民幣嘅國際循環喎。嗱，我哋買其他國家嘅商品俾人民幣，其他國家咧又用人民幣嚟中國發債融資，最後再將賺翻嚟嘅人民幣還債，咁成個池咪會越做越大咯。
咁當然啦，我哋都要睇到而家成個熊貓債嘅市場咧，只不過係1.3萬億嘅規模，同人哋幾十萬億美金嘅全球美元債市場比，仲係非常細嘅。但係人民幣國際化從來都唔係嗌口號，就係咁樣一單又一單嘅具體交易，一個國家又一個國家嘅參與，一步一步行出嚟。嗱，今次印尼作為東南亞最大嘅經濟體入場啦，對於成個區域嘅示範作用，其實就比70億本身嘅規模意義要大得多啦。好啦，關於熊貓債嘅科普，我哋就講到呢度啦，下次見。